主后2026年5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重建信仰生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147篇第1节到2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47篇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唱歌学乐咱的上帝真好，称赞伊是合宜，真通欢喜。上主重建耶路撒冷，除伫以色列中受掠去异邦的人，伊医好伤心的人，包扎因的伤，伊算生神的数目，一粒一粒甲因号名。咱的主至大，有大气力。伊的智慧无穷尽，上主扶持卑微的人，甲歹人拍倒伫涂骹。恁着用感谢向上主唱歌，弹琴唱歌，学乐咱的上帝。伊起云热天，为着地准备雨水，予山发草。伊使食物予走兽，予地讨食。会细只乌鸦，伊意爱的毋是马的力大，伊欢喜的毋是人的骹咬走。上主意爱的是敬畏伊、仰望伊慈爱的人。耶路撒冷啊，着称赞上主；锡安啊，着上赞你的上帝，因为伊坚固你。城门的门窗，祝福予城内的人。伊予你境内平安，用上好的物予你食饱。伊向地发出命令，伊的话传播真紧。伊落雪亲像羊毛，落霜亲像火夫。伊落泡亲像幼鸟。伊透冷风，啥人挡袂牢？伊一个命令，遮个就拢扬起；伊起风，水就流。伊用伊的话指示雅各，将伊的命令甲规例指示以色列。伊毋捌安尼款待别国，伊的规例因毋捌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重建信仰生活。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，乌克兰就极力和俄罗斯划清界线，以民族主义加强国民身份认同。一连串的改革，互俄罗斯对乌克兰真不满，因为双方存在利益冲突。俄罗斯就以乌克兰对讲俄语族群实施种族灭绝为由出征，为侵略行为追求合理化的说法。回想2022年2月，当咱还沉浸在旧历年的烦恼氛围中，一条突发的新闻予人震惊。当当时俄罗斯已经在边境集结大军，总统普京以特殊军事行动为名下令进攻乌克兰，导致遍地战火。在动乱中，真侪乌克兰人民为着求生，逃离家园，成做难民。国家也因着战争分崩离析。在乌俄战争上日止线的2023年10月，控制加沙走廊的激进组织哈马斯趁犹太教节日突袭，除了以大量飞弹空袭以色列，也有武装战士越境攻击，劫持真侪平民做人质。以色列为这全面反击，双方冲突持续2年外，造成无数死伤，是近年来中东地区最大冲突。
无论五五战争也是18战争，咱拢真紧对媒体得知信息，但是这世界上有偌济国家的内乱拄咧进行中，咱却无法度全面了解究竟造成偌济死伤、偌济人失去家园等等。安尼的悲剧，伫时才会当停止咧。诗篇147篇是哈利路亚诗其中的一首，原文诗拢用哈利路亚做开始和结束，意思是认着俄勒上主。圣经学者认为，本诗是受了回归重建耶路撒冷时期的一首赞美诗。当当时，尼希米和以斯拉带着人民列队游行，调往圣殿一路俄勒欢庆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耶路撒冷的重建是真重要的代志。对信仰的角度看，是恢复宗教自由的振奋；对民族认同的角度看，是恢复身份的欢喜。诗人对无同的层面表达对上主的阿乐。第一是阿乐上主对耶路撒冷的怜悯，称颂伊伫以色列人破碎的心灵。第二是感谢上主的供应，称颂伊按时降雨滋润大地，互草生长踮山顶，养饲逐种走兽甲飞鸟。第三是感谢上主，互城门坚固，保卫人民四境平安。诗人呼吁錫安的百姓，爱学了因所倚靠的上主，生活点自由安定繁荣的台湾。咱是偌尔啊有福气啊！虽然台湾也时常拄着地动、风台等灾难，但是望上主怜悯，互咱每遍拢会当迅速重建家园。咱怎会当无称颂上主的恩典呢？无论乌克兰也是俄罗斯，以色列也是巴勒斯坦，以及遮个遭遇战乱的国家，因的人民若会当早日回归安稳的生活，迄是偌尔啊互人安慰的代志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是毋是时时刻刻学了上主，搁凡事感谢咧？伫生活中，我是毋是时时刻刻学了上主，搁凡事感谢咧？咱来祈祷，互人得安稳的上主啊！我要学了歌颂你的大能大力，你的智慧是阮无法度形容的，你的话语是阮生命的灵粮。求主帮助我用心体察你的伟大，通好互我的目睭定睛伫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